Hello，各位網友，大家好。今日咧係2026年4月13號禮拜一嘅。而家咧係夜晚11點3噶啦。點解我要同大家做直播咧？最主要嘅原因就因為咧近期有好多新聞，而啲新聞咧亦都相當之重要啦，亦都係時間性方面好緊迫啊。所以咧係一定要同大家要做直播嘅，就唔可以話咧等多一兩日啦。等多一兩日咧。可能成個世界都唔同咗啦。大家應該明白我講啲咩嘢啦。都仲係講緊美伊嘅局勢。美伊嘅局勢咧，真係可以話瞬息萬變啊。每一秒鐘都唔同，每一日都唔同啊。總之日日都有新聞出嘅。今晚有冇最新嘅消息咧？係有嘅。同樣嚟講咧，都有好多係又快又新嘅消息。就最新嘅消息又話。伊朗面對住美國今晚10點鐘，10點鐘而家過咗啦，即係話咧而家呢個霍爾木茲海峽不但較早前，伊朗係封鎖，而家咧美國再封鎖，哇即係好安全啦，雙重保險啊，雙重封鎖，真係烏蠅都飛唔到啊！喺呢個情況之下，有冇新嘅消息新嘅發展咧？係有嘅。而家咧就根據呢個伊朗嗰啲媒體報道。就話咧，而家伊朗有機會會將呢個戰線再拉長佢，可能咧就封鎖呢個係曼德海峽啦。曼德海峽喺邊度咧？就係也門胡塞武裝咧就控制住個咧通往喺紅海通往呢個係印度洋嘅一個要道嚟嘅一個咽喉地方。伊朗而家咧係聽講係準備咁樣做。係準備咧，就將個戰線拉開，會將咧喺呢個曼德海峽咧都封鎖埋。如果真係的話，大家可以知道個情況係相當之恐怖，同埋咧係惡劣嘅。點解我會咁講咧？其實之前我哋咧喺直播入邊都講咗啦。就係也門胡塞武裝咧，可以話係伊朗另一道王牌。喺呢個美伊爆發戰爭之初，大家會見到過往嚟講咧，胡塞武裝咧一定都好快出手幫呢啲兄弟一齊咧作戰，並肩作戰嘅。但係今次咧，大家可以睇到就竟然咧並冇咁嘅情況出現。最初嚟講，你會見到啦，伊朗咧真係以寡敵眾啊。除咗咧對美國對以色列呢兩個大強國之外咧，伊朗亦都將戰線拉開，拉到去咧其他嘅中東嘅美國嘅友好國家，包括咗阿聯酋又或者咧係其他嘅中東國家。就喺呢個情況之下，你會睇到啦。似乎咧伊朗係孤軍作戰，同以往嚟講咧就唔同。以往咧大家會見到啦，喺中東每逢對以色列一打起上嚟咧，就係好多中東啲伊朗啲朋友咧一齊咧就係並肩作戰嘅，包括咗係巴勒斯坦嘅哈馬斯分子啦。跟住咧係呢個黎巴嫩真主黨啦，跟住咧就係呢個係也門嘅胡塞武裝啦，甚至以前咧敍利亞等等咧呢啲咁嘅中東國家都一齊咧就打呢個以色列嘅。但係咧去到今日咧，你會見到啦，似乎各自為政啊！中東呢啲咁嘅反美嘅陣營咧，可以話咧就俾美國逐個咁樣瓦解咗。但係咧也門胡塞武裝其實咧佢嗰個實力都仲係存在嘅。所以咧今次戰爭之初喺3月初爆發戰爭嘅時候，胡塞武裝並冇咧參與，大家都唔知道點解啦。原來咧而家知道啦。呢一個咧係伊朗最後嘅王牌，最後嘅殺手鐧，保留實力。假如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方面，真係爆發衝突的話，有機會咧胡塞武裝咧就喺呢個係曼德海峽嗰度咧係拉開一條新嘅戰線。呢一個曼德海峽方面咧個重要性，我之前都同大家係亦都講咗嘅。佢係咧就係另一條係中東將嗰啲貨物輸往全世界嘅一條要塞嚟嘅。如果真係咧呢一方面都封鎖埋，大家可以諗到啦，全世界咧嗰啲係能源石油或者呢啲貨物咧就好大件事。會咧
係進一步咧就係嚴重受到影響。嗱咁啊，而家大家都見到啦，霍爾木茲海峽咧，其實咧較早之前咧就唔係話咧完全封鎖嘅。咁啊，有啲郵輪啊或者貨輪咧都可以通過。原因咧就係話呢一個伊朗啊，咁啊收咗$200萬之後咧，嗰啲郵輪咧就可以係就可以放行㗎啦。咁所以咧就唔係完全封鎖。咁但係咧而家嚟講，真係有機會啊，霍爾木茲海峽就真係完全封鎖晒啦。因為咧美國點解會啊而家封鎖呢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即係因為佢想分贓，佢係想咧就係伊朗收到呢啲咁嘅買路錢嘅，咁啊佢想分一半。哇嗱，美國佬都幾大貪㗎，即係想咧夾硬咧就係搶人哋一半嗰啲咁嘅利潤啊得益啊咁樣。咁嗱當然啦，伊朗就絕對唔肯就範啦。咁尤其是咧，喂你打人哋，咁啊而家咧見到有利可圖嘅時候，咁你咧就又想分贓喎，分翻一份喎。咁你諗下，喂你會唔會將你啲利潤啊利益啊分俾你嘅仇家？絕對冇可能噶嘛。所以呢件事咧係冇得傾嘅。好啦，咁啊既然咧美國係得唔到甜頭㗎，咁啊於是咧佢搖身一變咧就變咗咧正義朋友啦。咁啊原本咧有一個惡魔咁啊而家一變啊變咗超人啦。咁啊變咗超人就玩啦伊朗對嗰啲嘅船隻來往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船隻收買路錢係唔啱嘅，係唔可以收嘅。咁啊美國佬咧就梗係覺得呢個做法係即係話係邪惡嘅。咁啊所以咧佢就話邊一個俾錢伊朗嘅，咁啊而咧就想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咧，咁佢咧就封鎖住，就唔俾佢咧就通行。咁啊總之咧呢啲咁嘅船咧去到公海咧。佢話齋就唔確保你咧就係安全嘅。咁啊甚至咧會一路咧追住你。咁啊會點樣處理咧？咁啊係會唔會咁啊喺度咧就係又一次伸手咁啊係要咧就係呢啲咁嘅郵輪再俾一次保護費定抑或咧就係發射啲咁嘅導彈將佢擊沉咧？咁佢就冇講。嗱咁但係咧我好相信呢啲咁嘅郵輪咧就唔願意冒呢個險嘅。咁啊所以嗱咁啊應該而家。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真係冇船可以行到噶啦。好啦，如果冇船行到嘅，咁而咧就係伊朗佢點樣去面對咁嘅即係困局咧？咁而家嗱，咁佢就想根據伊朗啲媒體報道而家伊朗咧就想將個戰線拉到去咧，就係呢個曼德海峽。咁如果真係咧拉到去嗰邊，咁相信係個情況會更加係惡劣啦。咁好啦。咁而美國咧喺目前咁嘅做法，對佢有冇利咧？可以話係完全冇利嘅。咁同埋佢咁嘅做法咧，可以話佢根本係即係有一句成語咧，飲鴆止渴。咁即係話咧飲咗啲毒藥去解渴，去到最尾嚟講咧，美國都會毒發身亡嘅。點解我會咁講咧？你如果由你去進一步咧封鎖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嗱，即係話伊朗封鎖都唔夠，再加埋你個封鎖，咁真係咧100%咧就係冇船隻可以通過嘅時候，咁油價一定係大升噶嘛。咁如果油價大升嘅時候，或者油價咧持續高居不下的話咧，咁會點樣咧？喂，美國咧嗰個係即係息口會唔會下降咧？絕對冇可能啦。通脹會唔會上升咧？就肯定會上升。嗱，咁好多專家都話啦，咁如果呢場戰爭拖到6月咧，咁肯定美國咧個通脹咁喺今年全年嚟講咧就高居不下，甚至咧會上升。如果上升的話咧，咁聯邦儲備局不但唔會減息，分分鐘仲會加息。嗱，如果真係加息嘅時候，話大件事啦。咁話而家股市會點梗係咧就大冧棚啦。咁跟住咧美國經濟點樣咧？咁有機會出現滯脹啦。咁物價咧就一路上升，咁但係咧經濟就會咧就倒退。好啦，咁跟住咧特朗普去選舉會點樣咧？中期選舉會點咧？咁肯定參眾兩院嗰個係大多數都落喺民主黨嘅手上。咁如果真係落喺民主黨嘅手上咧，即係話未來嗰2年特朗普咧成為跛腳鴨政府嗱，咁你會見到個連鎖反應咧就好多嘅。咁所以咧我真係好唔明白特朗普諗啲咩嘢。咁點解佢好似咧而家係運用緊金庸筆下咧東方不敗嗰啲咁嘅神功？嗰個神功叫咩咧？個葵花寶典要練神功咧必先自宮咁佢而家想係成功咁樣
將呢個伊朗嘅經濟咧就扼殺死嘅時候，就必須要咧自己先行自宮，自己先行咧承受呢個苦楚。呢個苦楚就係話油價咧就上升，跟住咧全球股市就下跌，跟住咧美國通脹高居不下，跟住咧聯邦儲備局唔減息，咁而跟住咧佢甚至連咧自己個皇位都做唔到啦。咁啊，就算咧做到都好啦，變咗跛腳鴨政府。嗱咁啊，所以我就奇怪啊，點解佢而家咧特朗普係究竟傻咗啊，定是佢真係睇咗金庸嘅小説，佢真係想使用東方不敗呢個絕世嘅武功咧，佢一路自宮咗先，傷敵10000，自損800先咧。嗱咁如果你睇到呢一點咧，你就知道嗱，特朗普用呢招咧，佢唔會用得好耐嘅。佢3兩日咧，嗱我夠膽話，我夠膽喺呢度咧攞個賭注，佢肯定3幾日之後即刻咧就話唔會封鎖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因為點解咧？對佢嚟講係不利嘅，係弊多於利。嗱咁如果真係弊多於利嘅時候，佢點解要做啲咁愚蠢嘅事咧？嗱呢樣嘢嚟講，佢精於即係話做生意噶嘛，呢盤生意做唔過嘅。嗱咁所以我就覺得佢而家都係靠客為主嘅。好啦，嗱咁佢而家咁樣去做法咧，咁佢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咧？咁可能佢見到如果美國封鎖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咁伊朗都唔肯就範嘅，伊朗咧都唔肯俾美國嘅艦隊進入呢一個海峽，咁更加唔俾佢哋掃雷嘅時候，咁同埋咧伊朗可能咁就係都係繼續係收保護費啦，咁收買路錢，咁嗱啲船隻俾唔俾另外一回事啊，咁但係咧收咗啲錢，亦都係唔會俾美國嘅，咁美國應該點樣去解決呢一樣嘢咧？冇理由長期膠着噶嘛，冇理由一路拖落去噶嘛。咁結果咧，如果一路拖落去，對伊朗有冇損失啊？當然有。嗱咁而家美國咧就想就係完全咧封殺咗呢個伊朗嘅經濟命脈啊，因為咧伊朗要靠呢個石油嘅出口去咧就維持佢嘅經濟，維持佢收入咧，先至係有錢去打仗。咁而家咧特朗普可能就諗住咁封鎖咗伊朗嘅經濟嘅命脈之後咧。咁可以咧就好快解決呢個問題。咁但係如果做唔到的話，咁其實咧而家特朗普一方面封鎖咗人哋嘅經濟命脈咧，一方面咧又都係損害緊自己嘅經濟嘅。咁睇下邊個捱得最耐啫嘛。咁我估咧特朗普咧就唔係傻仔嚟㗎，佢又唔會話咧將呢件事咧就無限期拖落去。我亦都唔相信咧美國真係咧派啲艦隊去霍爾木茲海峽去封鎖，咁斷年斷月咁去封鎖。呢樣嘢係即係不切實際嘅。咁所以咧佢一定要好快咁樣尋求解決嘅方法。咁解決嘅方法嚟嚟去得2種啫。一種係點樣咪再打咯。另一種咧咪再傾咯。嗱咁好啦，咁究竟再打定再傾咧？咁而家咧消息好混亂，好混亂，根本你都唔知道邊個講真，邊個講假，亦都唔知道而家特朗普諗緊啲乜嘢嘢。可能佢自己嚟講咧，亦都係咧十分之混亂。一時咧就想打，一時咧就想和談。咁佢咧而家就慢慢咧可能變咗咧金庸筆下嘅周伯通啊。咁左手同右手呢度咧就係喺度互相咧就喺度毆鬥，左手打右手有機會嘅。因為點解佢一方面啦，咁又想同伊朗咧就再打落去，咁希望咧用武力屈服令到伊朗屈服。一方面咧佢又驚打落去咧佢佔唔到便宜嘅時候，佢自己咧就有損失。咁於是乎咧佢又想咧就展開和談。咁我估佢而家咧真係喺度腦交戰啊！張國榮嗰首歌咧如果我呢個節目係夜晚，好似啲咁嘅電台深宵啲電台嗰啲節目主持人咁主持嗰啲咩愛曲夜眠詞咧，咁我肯定咧就會點一首歌俾特朗普聽，咁就係張國榮嗰首咧無心睡眠啦。咁等佢咧就喺度腦交戰。嗱咁而家嚟講消息咧就好多噶，咁有啲消息就話咧，咁特朗普係準備有限度咁樣係再咧就係攻擊伊朗。嗱咁你記住而家呢個消息咧嚟自西方嘅媒體，就話佢係想有限度。咁咩叫有限度咧？喂，之前嚟講特朗普就誇下海口噶嘛，就要將伊朗炸回石器時代，咁就話誇下海口要毀滅成個伊朗文明啊嘛。咁點解突然間西方嘅媒體話佢有限度咧？咁你可以睇到啦。咁特朗普之前所講嗰啲全部都係靠嚇嘅。咁伊朗亦都係咧，而家真係咧已經唔再驚佢咧，就呢啲咁嘅即係恫嚇噶啦。
嗱咁點解會係有限度嘅攻擊咧？原因我相信啦，咁啊而家美國咧嗰啲彈藥所餘咧就無幾，以色列都係啲彈藥係所餘無幾噶啦，咁所以咧你想再猛烈攻擊，可能都係有心無力嗱，所以咧就會咧有限度嘅攻擊。咁啊同埋第二咧，咁啊特朗普亦都係可能擔心，如果係好猛烈咁樣攻擊咧，嗱咁啊結果係點樣？相信咧都唔會令到咧而家伊朗呢個政權咧就完全覆滅，係冇可能啦。第一次已經係晒冷咁樣攻擊佢，都做唔到。嗱，今次第二次咧就冇可能再超越過第一次，因為第一次咧已經係咧可以話彈藥充足啊嘛。而家嚟講咧，就算唔係去到彈盡糧絕都好啦，咁啊至少而家嚟講已經係咧已經打到七七八八噶啦，消耗得七七八八噶啦。咁所以你再打嚟講，你嘅即係彈藥又好，你嘅威力又好，已經冇辦法超越咗第一次。你所講咧毀滅成個伊朗嘅文明呢個致命嘅一擊毀滅性嘅一擊咧，全部咧嘴炮嚟嘅，打下嘴炮就得。實際上已經係做唔到。好啦，如果你做唔到嘅，咁琴晚我已經講咗啦，除非你夠膽出核武，如果你唔夠膽出核武咧，你已經係咧俾人睇穿咗個底牌，已經晒冷噶啦，係再冇嘢。咁所以咧特朗普咧只可以做咧係有限度嘅攻擊嘅。咁咩叫有限度咧？例如咧就係打去嗰個係啲石油嘅設施或者炸去嗰啲咁嘅電廠只可以做一啲咁樣嘅有限度嘅，即係話係轟炸。除咗之外咧，再冇嘢可以做噶啦。嗱如果係咁的話咧，你話伊朗會唔會喺呢個特朗普有限度嘅攻擊之下，完全咧癱瘓完全咧會屈服咧？根本就冇可能，反而咧可能有機會惹怒咗呢個伊朗嘅時候，佢就大鑊啦。因為點解咧？你唔好睇小你唔好以為咧伊朗咧係一個弱勢，咁所以咧完全咧就係美國說了便算，美國咧炸佢都係完全唔敢出聲。其實唔係嘅，你睇下越南當年已經係啦，人哋任你炸。任你咧用啲化學武器，叢林戰，因為點解咧？當年越共打叢林戰咧，美國為咗針對呢啲咁嘅越共匿喺樹林，冇辦法將佢咧趕出嚟，於是咧就打叢林戰咧，就用啲化學武器掟嗰啲橙劑落去，哇！嗰啲咁嘅化學武器好毒辣噶，所以睇到美國人咧，不但心狠手辣仲好陰損啊！佢掟嗰啲化學武器咧，令到叢林所有樹木咧係落晒葉噶。寸草不生，啲草咧就長30年都枯萎晒，而啲樹木咧落咗葉之後就永遠再生唔翻嗰笪地方。咁點解要咁樣啊？咁所謂真係好似以前俄羅斯對呢個係嗰時係俄羅斯係對嗰個呢個法國拿破崙嘅時候個焦土政策一樣，就令到成個叢林咧光禿禿咁樣。咁於是咧越共冇得匿啊嘛。咁越共冇得匿㗎，咁你要出嚟嘅時候，唔係好易咧，就係捉到晒佢哋咯，可以打贏啦。結果係點樣啊？都係搞佢唔掂。咁所以咧，如果係對伊朗嚟講咁美國咧，如果再用咩方法都好啦，假如搞唔掂嘅時候，咁當年咧越共就咁樣啦，就一路纏住佢，等佢咧進又唔得，退又唔得。咁如果伊朗咧真係用呢個政策拖住美國嘅後腿，等佢進退維谷嘅時候，佢咧想退唔到嘅，想進咧，亦都係咧武力再進。於是乎咧咁樣嘅情況之下，咁美國咧就大件事噶啦。喺呢個伊朗嘅戰爭咧，泥足深陷。如果真係開打，對美國有冇利咧？其實我估而家特朗普嘅信心咧已經係冇晒啦。除咗咧嘴炮方面咧，仲有大量彈藥，仲可以咧一路打緊嘴炮，真係噶。佢只可以咧有限度嘅攻擊，而咧攻擊嘅結果係點樣咧？我相信佢都唔樂觀。再加埋咧，聽講美國情報方面嘅評估咧，就話根本咧就較早之前咧就係以色列同埋美國一路咁樣瘋狂轟炸呢個伊朗。原來咧對伊朗嗰啲係導彈一個摧毀只不過係得50%啫，就唔係話特朗普所講咁威水已經係令到咧呢個伊朗嗰啲咁嘅導彈嘅庫存咧就冇咗90%，摧毀咗90%，其實唔係嘅。佢話咧大概一半到，仲有一半咧留住喺度，就準備咧美國佬再嚟第二輪咧，仲有好多彈藥同你玩到底。
咁啊，如果真係咧同西方媒體個報導啊，估計係一模一樣的話，嗱咁所以特朗普咧，你話佢敢唔敢咁瘋狂咁樣，好似第一輪咁嘅攻擊咧，應該係唔敢噶啦。嗱咁好啦，咁啊打方面冇着數噶，咁點咧？咁啊唯有和談啦，咪再傾啦。嗱咁啊會唔會有機會傾咧？嗱我估咧，雙方再傾嘅機會係高達90%咁犀利。點解我會咁有信心啊？首先第一，你睇下今日咧金融市場嘅反應點樣啊？哇！金融市場咧今次有一個反應係相當之溫和，甚至咧連香港呢個弱煲嘅股市啊，嗱香港嘅股市咧就相當之弱煲嘅。逢親有咩消息咧，佢一定係全世界最劇烈嘅反應嘅。逢親有咩壞消息啊，我唔係話好消息啊，好消息嘅反應好少㗎，唔夠外國啲股市咁犀利㗎。咁啊，逢親壞消息咧，佢就領先全球，係反應最強烈嘅一個地方。就算咧當事國有事嗰個國家都冇佢咁犀利，歐債危機已經係啦。哇！嗰啲當時嗰啲希臘啊，股市都冇跌得咁犀利。香港股市仲勁過咧，跌幅仲犀利過咧呢啲咁嘅歐洲啲歐債危機嘅，即係話係股市嘅。嗱呢點已經係覺得係好荒謬嘅，但係咧荒謬嘅嘢經常喺香港發生。嗱咁好啦，咁啊今次嚟講咧，你會睇到嘅，哇！呢個亞洲股市嗱對今日嚟講，對呢個壞消息咧談判唔成功，唔係破裂啦，係唔成功啫。係唔能夠咧，就係成功咁樣簽訂咗和談協議。嗱，對於呢件事嘅反應咧，出奇咁樣好溫和啊！嗱，咁啊，無論日本呢個澳洲南韓嘅股市都係輕微下跌。嗱，香港股市咧個跌幅較早之前咧開市嘅時候咧都比較多少少，後尾尾段咧竟然可以收復部分失地喎。嗱，呢樣嘢咧，即係香港股市未試過咁威嘅。今日咧就真係零舍威嘅喎。咁啊，點解咁威咧？咁即係話俾大家知道，嗱，仲有台灣股市添，哇！台灣股市仲勁啊，亞洲入邊最犀利啊，差唔多冇跌嘅喎。你話犀唔犀利啊？嗱，咁啊，點解會亞洲股市對呢個消息嘅反應咧，對雙方未能夠達成一個和談協議嘅反應咁溫和咧？咁因為投資者大家都覺得特朗普咧板斧已盡嘅啦，咁啊唔會唔傾，係會咧繼續再傾，甚至咧嗱，之前咧已經係有呢啲咁嘅分析家估啦。傾唔掂仲好，咁呢一個停戰嘅時間咧仲會延長，因為點解一路延長咧，等大家再翻埋台去傾啊嘛，咁反而仲有一個好消息。嗱咁所以咧市場個反應係溫和嘅原因嚟嘅。嗱咁我估咧呢個世界啲投資者係好精明噶嘛，咁當然點解要咁精明咧？肯定有啲春江鴨啦，特朗普最中意係咁樣噶啦嘛。咁次次都係講到咧好得人驚，咁如果你信佢噶，哇好驚咁樣沽貨，咁你就中招啦。因為佢次次都咁驚嘅時候咧，佢突然間一晚瞓醒咗之後，成個世界唔同咗噶啦。咁點解會唔同咗咧？咁因為咧佢講到好得人驚嘅時候，原來咧佢係內幕交易，佢洗橫手咧就喺美國嘅市場咧就係趁你哋咁驚震你啲貨嘅時候，佢就偷偷買定晒，跟住第二朝瞓醒覺話呢個世界冇事發生嘅，咁於是乎咧華爾街股市大幅上升，咁佢咧就從中獲利。嗱，唔係一次噶咯，關稅戰已經試過好多次噶咯，甚至咧有啲片就錄到特朗普就對住佢啲商界嘅朋友，就係甚至咧就係講到明添，你琴晚賺咗25億美金啦，你話離唔離譜啊？嗱，所以咧你會睇到金融界嘅反應咁溫和咧，即係話俾你知道，投資者咧都已經計算在內，知道咧今次咧特朗普係冇料到嘅。最終嚟講，呢個和談咧就會重開。咁而事實上咧，今晚又有最新嘅消息。嗱，今晚最新嘅消息咧，真係好多好多，即係你都唔知道邊個係真，邊個係假，同埋咧呢啲消息邊度嚟。嗱今晚有最新嘅消息咧，就係真係咧，完全咧俾你知道咗去內幕交易咧，你都冇去付，你都吹佢唔漲。美國嘅證監會咧形同虛設，係得個講字嘅。不過香港證監會咧一路咧就跟住美國啲法例嘅，就呢樣嘢奇怪啊！好啦，咁係話土耳其好似係外交部長佢話咧就可能好快有機會咧就係重開翻。好啦，有關呢一方面嘅新聞咧，咁我而家嚟講咧都全部咧就係同大家都講晒啦。好，跟住咧係想同大家咧就再講下。
嗱咁啊，另一則嘅新聞，嗱呢一則新聞咧就係內地嘅新聞。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就係呢個內地嘅樓市咧，去到而家嚟講咧，咁都仲係咧係下跌緊嘅。嗱，雖然咧就跌幅啊一路路溫和噶啦，咁同埋咧亦都冇之前咧嗰幾年咧咁犀利。嗱，咁但係咧，就暫時嚟講咧，嗰個市場啊，都係相當之疲弱嘅。佢又唔同香港，嗱，香港而家咧可以睇到個樓市係明顯咁樣係回升翻，但係咧喺呢一個內地嚟講咧，咁嗰個係市場方面啦，嗰個地產市場咧都仲係比較咧係疲弱啲。咁但係咧嗱，4月13號咧有一則新聞喺深圳咧就係發布嘅，咁呢啲新聞咧就相當之令人感到咧就係意外嘅，就話咧原來啊喺呢一個深圳其中一個小區咧叫龍華中心區，咁啊呢個地方咧有一個項目咧就係開盤出售，咁就係咧幸福城津園。呢個項目嗱，咁啊佢又話咧有啲樓盤發售，咁而呢個發售嘅時候咧，咁啊個發展商就係採取咗先到先得嘅銷售策略。咁嗱，由於咧呢個先到先得啦，同埋咧亦都係啊，咁佢推出嘅時候，咁啊個價錢咧就大幅咁樣調低，咁啊所以咧就係出現咗一個奇特嘅現象，就好耐都冇見過㗎。咁就好多即係中介人士啊，同埋好多呢一啲置業者咧。咁就係深夜咁樣去排隊咧去即係話去買樓喎。嗱呢一個咧就即係話近呢幾年係未試過嘅。咁佢話咧，因為咧現場啊人流咧就好多，就發生咗混亂。咁啊有一名保安咧就竟然咧用呢個辣椒水咧去驅散呢啲咁嘅買樓嘅人群。咁啊於是乎咧就引起有關當局嘅關心啊，同埋咧係媒體嘅注視。咁好啦，咁啊跟住咧呢個係呢個發展商啦，咁呢個發展商咧就係深圳市鴻耀泰實業，咁啊呢間公司咧就即刻咧就係發布一個致歉嘅聲明。嗱咁好啦，咁係呢一個盤咧，咁啊點解咁受歡迎？頭先講啦，咁啊因為啊佢啊先到先得，同埋呢個價錢好平噶，咁啊所以咧佢就係朝早咧。就先至開始咧，就係去即係俾啲置業者去選購啦。咁但係夜晚10點幾咧，已經好多人排晒隊。嗱咁而賣嘅樓咧，咁就係有40套咧，就係65平方米。嗱咁係兩房嘅呢咁嘅單位，咁65平方米即係大概650尺到啦。咁啊，另外咧有一啲比較大少少嘅，咁但係咧最主要都係呢個65平方米。咁啊聽講話咧。就係相當之踴躍，嗱咁就嗱佢一共咧就推出咗加埋晒其他嗰啲啊，除咗要65平方米之外咧，又有82平方米啊、89平方米，即係話有800幾尺嗰啲添。嗱咁啊加埋埋咧就係賣即係準備推出咧200幾套嘅呢啲咁嘅即係單位。咁但係咧現場買嘅人好多喎，咁就個記者咧就話。喺現場咧睇到咧係叫到咧就1000幾號啦，即係嗰啲籌啊叫1000幾號。咁啊當然咧就係唔係1000幾號就完嘅，仲有後邊仲有好多人等緊。咁啊就可以睇到啦。咁啊200幾套房間咧準備出售，咁但係咧咁啊嚟嘅人咧咁就好多，超過1000個啦。咁啊所以咧係超額好多倍，咁啊形成一個搶購嘅現象。咁啊頭先我講咗啦，咁啊點解咁多人去搶購咧？咁啊因為價錢平嘛，咁究竟平成點咧？嗱咁就大家留意下啦。嗱咁就話咧原來啊，咁啊近呢1年啦，咁就龍華區嗰啲新房嘅售價咧，一般都係咧就係5萬蚊人民幣1平方米。咁但係咧嗱呢一個盤咧個開售咧，咁就即係個價錢啦，咁係。有埋折扣之後，實際嘅單價咧就去到咧就38000蚊1平方米。嗱，你諗下，佢咧就係平均啊呢一區嗰個售價咧就5萬蚊1個平方米，咁而家跌到38000蚊1平方米。咁而咧呢一個即係話呢一個項目啊，最初嚟講咧就推出嘅時候最高價咧就64000幾蚊，64000幾蚊1平方米嘅。咁即係6000幾蚊尺，咁啊跌到而家3萬幾，嗱咁啊所以咧，你會見到啦，咁啊由於咧個價錢咧咁低啦，
咁啊，於是乎咧就引嚟大家咧佢嘅一個搶購潮。咁呢個搶購潮咧就係過去所罕見嘅。嗱，咁好啦，咁啊呢則新聞嚟講咧，咁啊相信咧有好多投資者會關注啦，同埋咧喺深圳入邊啦，咁啊都係一宗咧比較即係大家關心嘅新聞。嗱，從呢一宗新聞入邊咧可以睇到一樣嘢。嗱，咁啊過去咧個樓市一路跌咧，一路跌啦，咁都可以話咧就即係見唔到底嘅，一浪比一浪低。但係去到而家嚟講，去到呢個水平咧，咁多人去搶購。咁啊，似乎咧就試到底啦。咁啊，試到咧原來咧跌到去38,000蚊一平方米，即係話大概3000蚊3800蚊一平方尺嘅樓價咧，咁就開始有承接力，同埋咧個承接力係相當之強大。咁呢一點嚟講，亦都反映咗咧，咁啊可能呢個水平咧就真係個樓市嘅底價，呢個樓市嘅底價。同埋第二咧，亦都反映咗嗱，咁就以前咧個市況低迷，咁係咧可能啲置業者冇信心，同埋咧個樓市未跌完。咁啊而家嚟講嗱，呢一個咁低嘅水平咧，咁啊大家敢去買咧，咁亦都反映咗咧就有機會第一係一個底價啦，同埋第二咧根本市面上係仲有需求，係仲有購買力嘅。過去嚟講，只不過大家係冇信心，所以咧大家先按兵不動。咁啊，所以呢一則咧個消息咁啊，相信咧對深圳嘅樓市咧就有所刺激嘅。咁同埋咧係對呢個市場嚟講打咗一口強心針，就話俾大家知道咧，咁啊個樓市咧可能已經係可以咧摸到底啦。咁啊，所以咧我就同大家咧就報道呢一則新聞。咁啊，呢啲新聞咧就係近期咧係少見嘅。咁所以咧係可以話大家都係相當之雀躍啦。咁啊，深圳嘅樓市終於咧出現咗係罕見嘅呢個係搶購潮。咁好啦，睇睇各位網友你哋嘅留言先啊。咁我見到咧有啲人話咧，佢話係深圳龍華都算方便，3000幾蚊一尺都抵買。其實深圳咧以前嘅樓價咧有一段時間升得好多嘅。咁就算呢一區嘅樓價咧，咁頭先咧我都同大家講咗啦。咁以前嚟講係5萬幾蚊一平方米嘅，咁而家3000幾蚊平方米，咁都見到跌咗好多啦。所以咧令到有好多即係需要真係用樓嘅，即係有即係實用，即係有一個實際用途嗰啲人咧，而家嚟講都認為呢個價錢可以接受咧，所以入市咧就去搶購嘅。阿 Raymond 就話咧，先到先得呢個咁嘅原始做法咧，超額咪抽籤講運氣便算啦。佢又唔係佢又唔係抽籤，佢用先到先得。嗱，先到先得咧有一樣嘢就真係可以引起大家咧，就係去咧排隊去搶購嘅。如果你抽籤咧，就冇呢個氣氛，就冇呢個現象啦。呢個亦都係一個銷售手法，只不過咧就係太多人咁樣去做咧，就引起一個係混亂咧。對社會嚟講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啦。所以咧個發展商啦，見到咁多人深宵去排隊，甚至出現咗混亂嘅保安員咧用辣椒水驅散人群咧，即刻道歉嘅原因。真係分分鐘引起一啲咁嘅混亂場面咧。可能會呢個發展商咧可能會受到一啲咁嘅責備或者咧社會輿論方面嘅批評嘅。嗱，好啦，我今晚咧講咧就喺度啦。亦都好多謝各位嘅收睇，祝各位晚安，拜拜。